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2020年12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1节到第4节，19到26节。撒母耳下卷第6章第1节到11节。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仔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约柜。伫希伯来文翻译做 ark 有2个字吼。伫字面顶悬有无共款的意思，来信仰上，值得咱来思考一寡相关性。一般咱较习惯的即个字 ark， 毋是今仔日的字，是记载伫创世纪第6章第13节以后到第9章那阿的大船，即个字叫做哈德班。即个咱拢知影，即个大船呢是承载着性命，是上帝所赏赐的救赎。咱所熟悉真熟的即个出来及记，咧看摩西迄个四角形的草仔溪啊，希伯来文的字根甲即个大船的 ark 其实是共字的。就是讲，上帝借着即个器具 ark 来拯救着性命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即个 ark 是咧讲着藏上帝诫命甲即个石邦，咱所知影的约柜。即个字是对希伯来文阿龙来吼，翻译顶悬共款有甲大船共款有迄个图啊，图的意思。即个字伫创世纪50章26节，却无共款的意思。讲着圣经的翻译讲，约瑟死伫伊110岁的时阵，人用香料甲伊甲膏抹，然后甲收伫藏伫个棺材内底。即个棺材就是即个字 ark 甲约柜共款的意思。藏伫遐了后，就停伫埃及。过来就出现伫出来及记25章第10节，就是上帝吩咐摩西做约柜的即个规定的中间出现。所以咱会当了解讲，即个上帝的话、石邦、法典、律法、命令、言语要藏伫棺材内底吗？无可能吼，咱感觉怪怪啦吼。到底咱要安怎来借着安尼来反省呢？事实上，摩西伊的即个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头前的40冬，伊是伫埃及大汉，伊有受到埃及真深的文化的影响。伊伫遐大汉受教育，所以伊伫思考顶悬，兼且伫语言顶悬有受到埃及真深真大的影响。照原文的解说中间有一句话安尼讲，伊讲，即个大船，即个大船，意思是讲，有可能伫埃及的句的话中间嘛代表图啊。嘛代表即个棺材，所以伫埃及的即个图啊甲棺木2个字根本的意思其实有伊相通的所在。那安尼咱就比较较好来思想了解吼，就是讲大船其实嘛有迄个棺木的意思啦吼。咱用雅各书的概念开始来讲啦吼。雅各书第2章17节，伊讲安尼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。OK， 安尼真简单啊！上帝话、上帝律法、上帝诫命，那是要互人死呢，还是要互人活？是咱的棺木，还是咱的大船？上帝的话到底是倒一项？对咱来讲。
咱的心内的约柜是棺木的话，安尼人就将即个话、上帝的话、上帝的教示、上帝的旨意，深深来锁伫拄仔内底，敢若伫保险箱内底锁牢的，或者是咱讲死守，活袂出改变真正的活命。如果上帝改变律法伫咱的心中，好若亲像大船内底迄8人共款，也是遐所有的动物来共款，拢是活的。伫上路尾拄着这大水退去，停伫大地顶悬的时阵，因开始重新过着甲上帝立约的生活。这就完全无共款啦。到底迄个 ark 对咱的意义是啥物货？咱爱去思考的代志。想看觅啊，若阵伫出埃及记迄个藏摩西红影摩西的草篮内底，摩西已经死啊。就算埃及法老的公主查某囝对水内底甲即个物件摕起来，敢有效？摩西意思是讲，我对水底甲救出来嘛吼。如果摩西是死的咧，就无效啊，就无摩西即个啊。如果伫大船内底，即8人完全无振动分担做代志，也毋是船顶所有的即个动物，有一天水退啊，船拄着陆地啊、大地啊，无有性命，佫有啥物路用呢 ？OK， 倒转来看约柜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伫大笔甲当初时的人，因费了真大的气力，将伊要载去即个耶路撒冷。但是因为迄个乌山呢，无听上帝的话，然后就死去啊。大笔因为惊，就拒绝伊，安尼敢有效？当然嘛是无效嘛吼。今仔经文希伯来书第1章的经文，甲咱讲伫古早时，上帝一日摆用足济方法，借着先知咱祖先所讲的话。但是这末后的日子，伊借着家己的囝咱讲话，这个囝上帝捌借着伊创造宇宙，叫竞选来承受万物。后壁佫讲真济，咱才家己来看啦吼。虽然上帝要借着先知，也要借着伊的囝耶稣基督亲自对咱讲话，也甲咱同在，又搁享受圣神的保守以及平安，甲咱三个伫地。但是现在还佫有济人毋信啊，毋信迄是活的啊。对因来讲，约柜甲内底上帝话是死的啊，甲因无关系，敢毋是安尼？咱呢？咱是主的奴仆。咱是主所拯救的对象，约柜对咱来讲是啥物？是得着活泉的话，也是亲像棺材共款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12月17号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1节到第4节，19节到26节。撒母耳记下卷6章第1到11节，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约柜，在希伯来文翻译成为 ark， 基本上有2个字哈。这在字面上来看，意思是不太相同的。但就信仰的角度、意义上面来看呢，的确是有所关联的。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不是今天的经文，是那个 ark， 是在创世纪的第6章第13节以后到第9章，就是挪亚的方舟。这个是希伯来文哈特巴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方舟是承载生命的，是上帝赐下的救赎。我们所熟悉的出埃及记放置摩西的方形
蒲草篮子，希伯来文呢，基本上也是这个字，也是这个字 ark。上帝用了这个 ark 拯救了生命，挪亚时代的8个人，还有动物，还有摩西的生命。那今天的 ark 是不同字的，同样翻译成 ark， 它是放了上帝的诫命的石板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约柜。这个字从希伯来文的 aron 来，在翻译上面呢，跟方舟一样有柜子的意思。但是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创世纪第50章26节，经文这样翻译：约瑟死了，正110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是棺材这个字，停在埃及。后来呢，第2次出现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10节，就是上帝吩咐这个摩西造约柜的这个规定法则当中出现。所以这个棺材，放约瑟的棺材跟上帝的约柜是同一个字。那么我们可能不能了解为什么上帝的法典、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命令、上帝的言语要放在棺材里面呢？那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怎么反省呢？事实上，我们都知道摩西他曾经受到非常强的埃及文化的影响，他的人生前40年都在埃及成长受教育，有很多的思考和做出来的事情的方式，很可能仍然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。根据原文的解释，方舟这个挪亚的方舟这个字，第一个字，在解释上面呢，希伯来文的解释上面，他写了这样子 ：Probably Egyptian loan word is chest or coffin。所以也有这个棺材的意思啊，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，摩西在写作的时候又用这2个字，其实是在指相同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啊。那在这个2个字的基本上的思想上面，都是一个放东西的承载的东西。那用这样的想法去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来想。或许我们可以直接用雅各书的经文来思想这段的事情啊。雅各书第2章第17节这样说：这样，信心若是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上帝的话语、律法、诫命是使人死还是使人活呢？是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棺材呢，还是我们的方舟呢？端看我们如何去领受上帝的诫命。时常听人家说：“哎呦，旧约太古老了啦，诫命是死的啦。”真的是如此吗？我们的心里面的约柜是棺木的话，那表示这个人将上帝的话呢，深深的锁在内心的柜子里面，好像保险箱，死死的守住，他却活不出那诫命的真生命。如果上帝的诫命、律法在我们心中如同方舟，以及里面的8个人，还有所有的动物都是活的时候，我们就等待终有一天水退了，陆地出现了，船搁浅了，停在岸上，然后呢，重新过着一个新的生命，跟上帝重新立约的一个生活，不是吗？想一想，如果当时候法老的女儿看到那个蒲草的箱子拉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一个没有生命的小婴孩在那边，
他还会再说哦，这是摩西吗？摩西的意思就是说我从水里把他救出来啊，当然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在方舟里面的8个人完全不动，懒惰的不做事，也不喂养所有的在船上的动物，有一天水退了，船着陆了，没有了生命，还有什么用呢？约柜在大卫的时期，跟当时候的人们费了9牛2虎之力，想要把它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去，在途中却因为乌撒没有遵守上帝的旨意而死掉了。大卫因此就很害怕，拒绝他，把他搬到别人的家里面去。这样有用吗？去看圣经，没有用的。希伯来书第1章今天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，在古时候，上帝多次用多种方法，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，但是在末后的日子里，他借着他自己的儿子向我们说话。这儿子上帝曾借着他创造宇宙，而且拣选他来承受万有。他反照的自己的儿子他反照上帝的光辉，也完全反映上帝的本体。后面的经文我们就自己看啊，这是今天的经文。虽然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对我们说话，也与我们同在，赐下了救恩，赐下了圣灵的保守以及平安，但是现在仍然有许多人不相信。对他们而言，约柜以及里面的上帝的话语是死的，与他们无关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是主所拯救的对象。约柜对我们而言是什么？是装着上帝活泉的话语呢，还是仍旧是一个棺材呢？